都市的建筑物是起甲目睭睭，若发生地动是真危险。国家实验研究院即马就推出5D 智慧城市救灾平台，用模拟城市的概念，会当伫咧地动时阵看到每一栋建筑物，也方便救灾人员做判断。无同的色水显示大楼受到地动影响的危险程度，方便予相关人员做救灾判断。国家实验研究院推出5D 智慧城市防救灾平台，亲像是城市的分身，透过资料库加感测器，会使看到地动时对城市每一角时的危害。可以模拟真的地震在攻击这一些建筑群的行为。那么攻击完，各位可以看到上面会出现不同的颜色。橘色代表它有一些中度的损坏，红色就是倒塌。重要的消防、医院有装这样的感测器的时候，那是不是灾害一发生完以后，你马上就知道这些结构物有没有倒塌、有没有损害？那救援物资是不是能从这里去调度，就可以知道？除了救灾，嘛会使透过平常时的模拟做防灾参考。国建议讲，这个平台会当应用伫智慧城市，亲像自驾车、智慧交通等等，都会使透过这个平台来操作。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在沙仑有用。这个3D 的平台、3D 的图纸，它的精度其实有5到10公分。那你想哦，这所有的街道街廓都是实际变成是一个城市的底图。自驾车到了这里，他就知道这里是有街道，这是有建筑物。那他是不是能够告诉他怎么样转弯？国建议表示，目前这个平台伫花莲、桃园有实际应用，但是最近出现的地动无造成危害，也无法度比对平台模拟危害，甲实际上有偌大的差别。但是国建议强调，对这个平台精准度有真大的信心。记者郭文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